突發，微軟震撼宣布同 Bristol Myers 合作，利用埃格新肺癌檢測。呢個消息非同小可，醫療時代已經來臨，為 MSFT 帶來前所未有嘅機遇同挑戰。投資者注意，呢個可能係未來科技巨頭嘅關鍵佈局，亦暗藏未知風險。究竟係點樣影響你嘅投資策略？令人興奮嘅係，市場數據顯示，微軟目前處於超賣狀態 ，RSI 指標只有26.02，遠低於正常水平，而 MACD 亦發出明確嘅買入信號。呢個可能意味着，目前係一個低位吸納嘅黃金機會，等緊佢潛在嘅反彈。更值得留意嘅係 ，Google 趨勢數據顯示 ，Azure 嘅搜索量同微軟股價有強烈嘅正相關性。相關係數高達0.722，而且搜索量往往會領先股價一個週期，暗示 Azure 業務嘅持續關注度，預示未來嘅增長潛力。從財務數據睇，微軟展現出穩健嘅增長力，營收同 EBITDA 增長率都達到0.09到0.12，反映核心業務持續擴張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嘅債務股本比率持續下降，由0.37降至0.25，顯示公司財務結構持續優化，抵禦風險嘅能力強勁。全球宏觀環境亦有助於微軟，美元指數過去一年下跌8.7%，美元走弱通常會提升美國跨國公司嘅國際收益，因為佢哋喺海外賺取嘅收入喺兌換成美元時會更多，直接推動公司整體盈利增長。然而，我哋都需要注意風險。儘管微軟基本面強勁，但喺過去30到365天嘅時間軸上，佢嘅股價表現都略遜於整體市場同所屬嘅科技板塊。呢個可能意味住市場對佢嘅短期增長有啲觀望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